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政府啱啱公布嘅大埔雲福苑長遠安置方案。相信呢件事大家都好關注，因為自從舊年11月雲福苑發生咗大火之後，呢件事都影響緊全港市民嘅心情。今次政府嘅方案，我自己覺得係務實又有誠意，可以話係一個比較好嘅方向。所以今日呢，就想同大家拆解下點解我覺得呢個方案係好嘅。首先，政府今次方向好清晰，佢哋傾向收購受火災影響嘅7座大廈業權啊，唔會考慮原址重建做住宅。佢哋提出咗一個高於市價嘅收購方案，未補地價單位每尺收8000蚊，以補地價嘅就收10500蚊。成個收購計劃係大約用到68億港元。最重要嘅係呢個計劃係自願性質，唔係強迫大家一定要買。但呢個選擇期限去到今年8月31號，咁即係話大家可以有幾個月時間去諗清楚。我覺得呢個做法好合理，因為喺呢啲咁緊急嘅情況下，拖得越耐受苦嘅一定係住戶。政府依家俾到一個清楚嘅方向，等居民可以快啲做決定，咁樣又點會唔好呢？講到安置方案，政府今次真係俾咗居民好多選擇，大家可以拎現金自己出去買樓，又或者可以選擇樓換樓。政府仲提出咗一個特設銷售計劃，包括咗10個唔同項目，總共提供3900個單位，係雲福苑原本住戶數量嘅3倍。呢啲單位分佈喺唔同地區，而且最快今年年底就可以入伙。例如九龍灣嘅盛智苑，對於受影響嘅家庭嚟講，呢個真係一個最佳嘅選擇。問卷統計都顯示，80%業主希望安置計劃可以快啲實行。咁政府今次嘅做法真係正正回應咗居民最急切嘅需求。可能有啲人會問，點解唔原址重建？但係其實原址重建係一條最唔實際嘅路。大家諗下，由清拆到重建最少都要9到10年。呢段時間住戶要點生活？租樓、借住、通勤、換學校，甚至老人家身體狀況都可能差咗好多。咁樣拖住條生活，對居民嚟講真係好辛苦。仲有原址重建，仲有好多未知數，例如業主之間未必有共識，有啲人想維修，有啲人想賣，有啲人想等，最後搞到各有各講，根本推行唔到。與其拖住大家10年8載，仲不如即刻解決問題，大家可以安心生活。另外，房屋局局長都有提到，重建住屋嘅話，火災現場嘅心理陰影唔係容易清得走嘅。大家住返喺出事嘅地方，未必真係可以完全放低，始終會有心理負擔。政府傾向將受災原址改建成公園或者社區設施，改善成個大埔區嘅生活環境。呢個做法其實好有遠見嘅。對社區嚟講，呢個唔單止係空間上嘅改善，更加係心理層面上嘅一個治癒過程。講真，政府今次嘅方案，我覺得係好體現咗以人為本嘅精神。第一，佢哋打破咗傳統嘅市場框架，直接用40億公帑進行收購，配合雲福苑個援助基金，真係做到救急扶危。特別係對長者嚟講，人生下半場嘅10年光陰真係好寶貴。政府方案俾到長者即時套現，重新安置，呢個做法真係好有溫度。第二，政府提供咗多元選擇，係尊重居民嘅選擇權同埋尊嚴。無論係拎現金或者換樓，政府都俾到一個好有彈性嘅安排，仲幫住戶處理咗複雜嘅業權問題，減輕咗居民好多壓力。總括嚟講，我覺得政府今次嘅雲福苑安置方案非常有誠意。佢哋唔單止聽咗民意，仲快速俾到居民一個清晰嘅方向，確保大家可以快啲安頓好日子。最後，我都希望政府喺後續交收同安置過程中，可以繼續俾多啲支援，例如社工團隊可以幫長者處理轉贈、裝修或者搬遷，適應呢啲細節，務求令每一個受影響嘅家庭都真係可以好好落實呢個方案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了解方案，睇清楚自己需要啲乜，盡快做好決定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